在我今日800太岁都建路爱满2年呢，睇风采过后，高雄旗山地区设立的水大潮对痔疮，都建嘅水大潮还是对亚冲山穷用，甚至到附近地区如果都会存在囤积水，相关部门嘅效力，咪系甚至到居民都应有头嘅。对亚冲山一样嘅水大潮，睇等等怪数前黑，也便喺800风灾以后。旗山地区嘅水大潮嘅对痔疮，当地地方表示，水大潮嘅堆积造成尘灰同积水，对居民嘅生活品质产生了严重嘅影响。相关单位的动作，真的有待改进啊，真的是太慢了，像我们这边南寮乡这边，只要下大雨就逢水必淹，然后如果出大太阳的话，整个灰尘，让这边的里民真的不堪其扰。前日摩拉克风灾都更加참至39公頃的台塘區，還有千度嘅水大潮等等前黑。現在單位林務局屏東林管處表示，因為水大潮同泥沙夾攻下，更加必須要先分階段做好土木嘅分離，可以完全前黑，一天還要等到明年的8月份。我現在已經開始了，把泥土留在原地，然後把廢棄物、漂流木帶走。我們經過再測量之後，大概有將近40萬立方的泥土可能要標售的部分。那我們預計是在明年的8月以前要把它清完。屏東林管處表示，分離以後嘅泥同加濕嗰個嘅水大潮將會公開表述，也個冇嘅水大潮，馬會由廠商運出以後做最終嘅處理。除了台塘39公頃嘅地上水大潮。旗山區公所還有一塊公有地，馬等等高雄市政府8前做處理。也民眾嘛表示，摩拉克風災都更加愛滿2年呢，優秀嘅復原進度，沙蓬居民該困擾，公部門按呢判是效力，真是本人一定看。客家新聞整份子高雄報道。